大家好，又嚟到 Follow XTI 土陣二。咁土陣二咧，顧名思義咧，就比土陣一嘅更加加強版嘅。咁係乜嘢加強版咧？咁Follow XTI 系統咧就全部都係我哋自己研發嘅系統嚟嘅。咁我哋土陣二咧就多咗一個白色嘅花，一個四葉草嚇。咁同樣地一樣嘅，同土陣一樣出現嘅，都係一啲阻力或者支持嘅提示啦。分段減視嘅方向啦。但係如果用土陣二嘅朋友仔咧，其實最簡單咧就係多合體嘅時間。我自己會習慣就係出現咗雙又白又綠嘅時間咧，我會覺得呢個位置係要注意嚇，呢個位置都要注意。咁雖然係抽完上去都係繼續綠，有一定嘅效果。我都係強調1分鐘，參考下就算啦嚇，因為太錯啦。我哋要睇下啲5分鐘，好似呢啲會有一定嘅支持啊，呢啲位有一定嘅阻力啊。嚟到呢啲位會回一回啊，一啲大致上嘅提示，而家啲都係即時分享嚟嘅。而家出現咗個白花又有一定嘅阻力出現啦。呢度出現咗。之前就綠色花就抽上去。再重點講翻15分鐘啦。冇出現兩個啦，第二個出現過兩對花合一齊嘅時間，威力會強啲。指標性會強啲。冇出現過其他，即係有白色嘅時間，當綠色讀到呢邊有白色讀到嘅時間，就會幫到大家一定嘅參考啦。即係話之前嘅土陣一只不過得綠色嘅花，咁而家土陣二咧就多埋個白色花，就會補到一啲，有陣時可能會補到一啲位置。大概譬如我哋喺呢度知道大概要食糊咯。譬如假設有人有我哋自己嘅成員有啲會可能用呢啲位嚟做開倉，我哋唔反對嘅，但係要注意個風險咯。喺呢度開嘅時候，呢度白色咁可以食糊，就知道可以反手啦。不斷去，有人係會用土陣去做開創嘅，但係我哋冇鼓勵嘅，因為純粹係參考啦嚇。但係因為佢有陣時你哋做咗即時去實況去睇，就會知道有陣時佢會有一定嘅有一種受壓嘅效果。即係話可能呢啲位咁你唔買明手快嘅話，佢就會跌到落嚟呢度都得嘅。例如呢啲位置，你睇佢做覺得有喎，咁反手跟住會好快升穿上去。咁你哋呢個眼明手快啦，可能短食啦，否則嘅話咪一路升到上嚟呢度咯。咁你次次沽嘅時間得咁少嘅機會，自己要好好拿捏把握啦。兩朵花嘅時候威力會巨大啲嚇。15分鐘講完啦，最重要都係講翻啲消息啦嚇。消息係我哋嚟講係比較有意義啲啦。呢啲出現白出現綠，開始兩浸咗，開始知道有一定嘅支持。呢啲就好啱啱平頭，更加威力巨大。呢啲都係提示，就錯一錯，呢啲就跌咗落嚟啦。咁呢度白花出現再出綠花，咁你就知道真係間清個頭近。呢度而家出現咗兩朵花嘅，咁係咪有一定嘅支持咧？就要拭目以待。其實理論上係要睇到有支持嘅小時圖嚟講，呢啲有一定嘅阻力啦。呢度出完綠花再出白花，一定嘅支持啦。好多時間係互相兩邊咁樣去睇住，就 OK 啦。5小時圖大致上係咁，跟住4小時一樣啦。土陣二仔呢啲位置咁出現咗，嚟呢次就特殊啲啦，白色上到嚟有一定嘅阻力，回咗好少，所以好多時間就係一定要攞個標準升穿翻，又要注意再出，即係最後一個終極嘅阻力落翻嚟。分段走嚟到而家出現白花綠花，
即係互相輝映啊！呢度係最強噶啦，兩對黐埋一齊，所以佢呢個支持就好大威力。一升亦都有10,800升到20,000點上去，咁啊萬幾20,000點啦。咁啊呢啲位置亦都有一定嘅阻力啦，開始知道要回啦。咁啊大致上土陣二即係攞嚟等參考到咩？咁我哋再睇翻日線，日線就難出噶啦，即係出得兩對就已經好犀利噶啦。12,000就回到落嚟，呢啲會係回2,000點噶啦。啊！呢啲位置會一回都係差唔多有一個頂嘅氣氛嘅啦嚇，都係會翻落嚟呢度追蹤到。咁啊，日線就係咁樣啦。咁啊，再睇周線會唔會出現咗咧？啊，呢啲兩朵花我咪回翻落嚟嚇。呢度兩朵花就不得了啦，4萬幾點噶啦嚇。咁呢啲就〜一對呢度兩對，但係都係要賴，所以唔可以攞嚟做絕對嘅開倉嘅原因嘅。參考見到佢收翻上去就強勢再上，每次有花佢個回一回，但係去到落尾呢啲有支持，呢啲頂住，跟住呢啲都係會分段再上，即係大致上嚟睇翻呢啲位置，咁呢啲位置亦都係一重咗就係要啱命手快嘅啦，因為我原來再捱到一次出白花咁樣，所以就得依次係比較巨大啲嘅方向。我呢一次未出白花咧，周線嚟講大致上就係咁樣啊，呢啲位置。跟住月線就少啦，呢個白花出現啦，呢啲位就攞嚟做參考啦。咁無論點都好啦，呢度難得喺月線裏邊出現就係萬幾點嘅時候，一升係升到12萬，即係升咗10倍先出現個綠花，係亦都係以年計嘅啦。呢啲全部都係一年年先出現一啲信號噶啦。正如之前土陣二咁樣講係冇乜分別，即係要注意翻所有嘅嘢。嗱，我頭先講完個白花就回咗落嚟，係咪？咁依家下低又有白花咯嚇。即係短炒1分鐘就係要咁神經過敏㗎啦，即係呢度做完就落嚟咁，可能呢啲講緊係1000幾百點咁樣，喺 Bitcoin 嚟講就即係有一定嘅效果會睇得到佢即時嘅走勢咧咁樣。咁嚟到呢啲位置，哦，佢有一定嘅支持，咁佢好快到1分鐘就出現白花，咁佢支持咪有啲力咯嚇。大致上係咁樣嗱，土陣二比較精簡，因為只不過多咗白花。咁啊，下一集俾我哋講水陣，唔係土陣3就又多咗少少嘢嚇。咁啊，我哋而家亦都可以順便睇一睇其他嘅走勢。我哋用周線睇今次譬如嚇，即係唔同嘅產品。是但，今次係是但打，唔知咩嚟㗎嘛，完全唔知咩嚟嘅嘢嚇。我冇數據嘅呢啲，因為周線，周線又係呢啲有啲數據升上嚟，就係呢啲產品我係完全唔知咩嚟㗎嚇。咁我哋可以睇翻一啲其他，譬如揾下其他啲產品去睇下。呢啲嘅周線啊，咁出現咗抽一抽又綠花，即係不斷又係有一個支持啦。即係之前7,777,000嘅時間落咗嚟哦，嚟到呢度55,000嘅時間，就57,000呢度唔係500幾唔該，哦睇錯咗啊。咁呢啲位置兩對就一定係阻力，都係咁上下睇㗎啦。即管啊，睇多啲產品，我哋即管嚇，難得白花，即係有一定嘅方向指示嘅，其實出現咗。咁你哋操作方面就一啲
簡單啦，即係望住佢有嘢就做啲，有陣時唔對路就要走，即係好似呢度出現白花就要阻力，就要正常係做單倉。咁但係一升上去升穿咗呢啲位置出現嘅時間就要警覺啦。如果唔係順勢繼續去嘅就唔使理啦。其實操作呢個係比較簡單易明啊，就係出現嘅時間未可以收多多撳下佢嚇，撳完佢個跌穿嘅咪拍咗佢停咗佢咯。如果啱方向就去咯。咁個比率上係有一定嘅效果嘅，咁所以先為之一個好嘅系統啦，我哋叫做嚇，即係比較簡單易明，入手易嚇，黃金一樣啦。用周線嚟講，出現嘅時間好似呢啲出現嘅時間，兩對嘅時間，咁呢啲就可能收多撳完咪再抽上去咪即刻停咗咯。呢啲回翻嗱，呢啲又手多，我撳一撳呢啲撳一撳，咁你睇得撳嘅時間，追蹤會唔會嗱？好似呢度咁樣撳有錢賺，撳有錢賺，呢度即刻撻咗佢，呢度撳有錢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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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度撻咗佢，撳有錢賺，呢度其實都有錢賺嘅，收到啊，都有錢賺，呢度其實開浪做到好倉都有錢賺，呢度都會一少少，即係有個止賺空間俾大家嘅，呢度都有回嘅，唔係呢度小回就危險啲啦，呢兩次就危險啲啦，跟住就要即時撻噶啦，跟住呢度就打橫就冇行到，咁所以都係要撻噶啦，呢度就有錢賺啦。咁大致上一套系統最緊要有止賺嘅空間俾你，而你亦都要好知足。唔好下下都話去到盡，食到最盡，咁嘅心態咧，乜食到生翻咧，長期玩咧，個贏面就高噶啦。咁呢個就因為佢之前有條唔知咩線啦，咁我哋縮翻去睇，有都係咁樣睇啦。出現咗嘅時間就撳下佢，一樣可以。咁呢度撳嘅時間就要撻咗佢啦，一定我心裏邊有條線，就為之土震嘅系統我哋譬如攞周時去攞其他揾啲奇怪啲嘅市場我哋呢啲即係日本出現呢啲咯呢度又要小心小心噶啦，但係呢啲位置都幫到手，呢啲位置都幫到手，唔幫到手嘅系統就係叫做好系統喺我哋嘅世界嚟講，咁呢啲全部即時串立系統嚟嘅，我哋轉翻個版面我哋 Bitcoin 先，如果唔係下次就唔記得噶啦。土陣而大致上就係咁啦。頭先出現咗1分鐘呢度，有一定嘅支持就升咗少少1分鐘。但係整體嚟講，我哋望一望手，即係我成日都講1分鐘嘅時間輕輕隻眼掃過嚟5分鐘，呢度係有阻力落回緊嘅，即係話呢度就算短期有幾多支持，都係彈一彈、閃貓彈下，都係大方向都係向下。咁但係跳到15分鐘嘅話，其實佢再大一個方向咧，就係呢度有一個支持嘅喎。再跳嗰1小時，亦都係用呢個位去睇有少少支持嘅喎。咁但係當佢跳過4小時，你就睇到呢度有一個再大嘅阻力。跳過1小時呢個位置就有一定嘅支持。咁但係問題你要7埋9嘅時間，你做到倉嗎？你做唔到嘅話，其實又係冇用嘅。即係回翻而家呢啲位置。咁整體嚟講就係原來11萬就係要為你減倉啦甚至乎呢度最靚嘅月線12萬嘅時間就已經要你哋做減倉或者減持 Bitcoin 嘅啦。呢套系統嘅優勢就係即時會睇到讀到一啲話俾你聽係時候要收割或者係時候要注意風險嘅一套，我哋堪稱叫做完美嘅系統之一嚟㗎啦。咁暫時土陣2就係今日就係咁多，多謝大家。